要好認真咯，即係好驚，即係會有少少出錯啊，都係會喘氣嘅。平時肯定冇機會啦，做演員都唔係成日有機會咯，咁所以緊張得嚟有少少暗爽，冇周圍話俾人知，少少爽。其實好開心嘅，因為以前咧拍一啲開空包彈真槍嘅場面咧，其實我好驚嘅，因為又冇訓練過啦。可能一套戲係拍一場，開一兩槍咁成日都會眨眼。演呢啲咁嘅動作片咧，通常開槍同眨眼咧係男人一個覺得好有型嘅指標嚟㗎嘛。今次終於俾我克服到啦，即係我諗我一日可能開幾百槍咁，所以呢個係我其中一個心裏面即係覺得最開心嘅一個小成就咯，對於自己嚟講。好似人按摩咁咯，用空氣幫我按摩，我都係想拍翻文藝片，但係我欣賞 Andy 好有型嘅演出係好着迷，我都深深嘅，同埋睇到 Andy 對槍係嗰種愛 First Love。